1分4，干净的饼，大家尝尝。烧个米蛋，没啥个米蛋。再吃再吃，你可能舌头磨脱着。烧米蛋，甜，绿颜色个只烧米蛋，还是甜，蓝个烧米蛋，还是甜。一只淡绿颜色个烧米蛋。吃来就吃来甜，娘侪一样。娘再过咸汤。俺吃出来烧米蛋，吃出来个甜，不样都是啥米蛋。看了168个米浪向，你细细回味啊，吃不出来香也香出来，也香得出。香不出？还让来把这个片子还不是种米168块，你毛子8块糖，8块糖块。我觉着168太便宜了，应该168每斤。不是，我前浪回一样上来，那这样来这一道打加根菜，锯末子跟个饼，我还边来上他个还干吃，哎，锯末干，什么干？不是锯末干，什么啊？你不讲锯末嘛？我为这还拿拎起来，我本来想讲红毛干，还有的。那个是个锯拎起来个毛的那个。那哈，阿来，长生宫个饼，南瓜的、西瓜的、冬瓜的。我看到台浪向6张个饼，不是，为夫就一只毛头鸭子在高头来了。专用参差。现在中秋节，3人真讲大派用场。来了一个空气做狗，闪亮登场。菜菜场上卖个爱尔兰开子。来了，你来到多少啊？翻身的。你不是讲自动翻面个嘛哈？看上去你买了部手动挡哇。中秋夜饭开吃，侪是台子3场店。袜子3场店。明年上饭店去，弄只板箱，还搭会有2只空位子，面子新，江海5点半，硬子也没。这个外头炖茶呢？不炖茶，自家个习惯养成功了，下趟认这种习惯。你倒是习惯性煮的。你不吃嘛？难看个，我随便拿一吃一吃，不喊吃也吃，不欢喜吃也吃，还有的。哎呀，喏，阿姐。不吃。这里啊，你来着啊，光辉银奖，你来，你他灯还没开，上上来。那个饭单让我那个男胖男才可以。肯定要怕你。哎呀，是吧？你到两年。两个要上。你怕那个蚊？肯定也怕。你别胖两个上哦。到你来吧。打火来一次。实地是今年整理个肥的标准，几次讲都有个吃光。哎，三两，你要中浪温吃饭啊？没煮吃得来啊？你要慰问到2娘呢哈？最近身体哈。好官方呀！哎，我当时来看新闻联播的，你要吃牛肉。一样不吃，一样不吃，吃屁股。一次普通个30人来一个好。小丽，你带上有啥子？你监狱谁？你哪好啊？有的吃没孩子，妈，你讲最好是吃太不是？有的吃是没孩子。我觉着你吃啥我还没喊来，这个人好得很我对。我还再明显个，更看见我在哈个，气质上一帮人搞不一样。当时一楼碰着蓝楼，3个字香不咯？你听点道理啊！等到我还请你吃干净的饼，毛头鸭子里个个饼啊，灵得不得了，你讲吃不舍得吃。行。别吃。你想我后慢坐起来，浑身筋肉被。你弄出来个后慢，你这眼睛嘛，侪是外头个眼睛嘛。这里啊，你吃的？哎，你等些这样，我要干净的饼了。啊？这个两人之因素呢在。4楼对于个开门，俺当到2娘回来噻。你不回来再喊。3楼先带，其他人也带脱在，楼下是带在房间里向，现在为啥来了一个人来吃？你趴下来，啊对，你来讲，有点是道理，素质啊对。你家就不应该。讲了，你说怎么干闲话呢？不干闲话你心虚啊。